乡亲啊，继续来看国军有5位的中将，甲15位的小将来升官，早起来举行着晋任授阶的典礼。也毋过，其中这位总统府永和警卫室的主任陈敏华，进前因为敌勤私分案风纪大过，竟然短短无到1年就来升小将，引发争议。 国务长菅德发为新任的将官授阶，上个引起人注意就是敌勤私分案悲剧大过，较无1年就升小将的总统府永和警卫室主任陈敏华。不管安怎问都无要应，这摆进任的有5位中将甲15位小将，空军官校副校长何锦祥是头一个到美国维吉尼亚军校留学的空军小将，有人是真感动。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长官以及所有的部属对我一路来支持。利用我们在国外跟美军交流的这个经验，然后协助国军这个精进国军的这个训练，还有装备的运用。 中国军机最近有几礼拜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总统蔡文嘛专工将空军作战的指挥部其中一位副指挥官的位阶为小将提升到中将。发誓我一定会尽全力能够帮他解决各种国外的压力。解放军对我们台湾周边的海空领域的骚扰也依然持续不断，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 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蔡总统表示讲，后一个阶段的国防改革会加速进行。菅德发嘛强调讲，国军是一支有实力的部队，和敌人唔敢往未来，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区域和平甲稳定。